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2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热点话题这个是红星新闻报道12月27号，红星新闻有一个报道比较有意思，刑满释放人员任国有控股企业高管。现在我们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1200万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对吧？研究生、博士找工作也很难，但是刑满释放人员可以成为国企的高管。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这个红星新闻报道他说工资表、董事会表决表、董事会决议签字等多方证据显示，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的泰州市江堰区原交通局局长蒲某山，刑满释放后又担任当地国有控股企业泰州下北新型绿色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就简称下北公司高管。原来他是一个贪官，是一个泰州市一个区的交通局的局长，因为贪污受贿判了5年。一出狱之后摇身一变，又变成当地的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太神奇了这么一比的话，什么4+4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说在咱们这儿没有最离奇只有更离奇，对吧？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红星新闻报道他说就这一非常规现象，也就是这个刑满释放人员成为国企高管，这个下北公司的创始人股东王志立已向各级纪检机关以及泰州市江堰区有关部门进行举报。他指出，刑满释放人员担任国资控股企业高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相悖。证据显示被举报者蒲某山在任职高管期间领工资、奖金数年之久。蒲某山解释，他确实从下北公司拿了数年的工资，但并非高管。曾担任京东城投副总经理的蒋某平称，他已不分管相关工作，纪检部门正在着手调查这件事，我也是被调查对象，不方便做更多解释。这个京东城投他是下北公司的股东控股股东，是泰州市那个地方的城投公司头头的国企嘛。那谁安排蒲某山到这个下北公司当高管呢？跟这个大股东京东城投副总经理蒋某平应该有关系，要不然怎么会调查他呢？这个红星新闻报道他说多方证据表明，刑满释放人员任国有控股企业高管。1年多以来，王志立持续向多个部门实名反映称，京东城投在参与下北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获得下北公司控制权后，违法违规任用刑满释放人员蒲某山担任下北公司高管。根据泰州市纪委这个官方微信号说，青联泰州2014年5月21日的消息，2005年至2013年年初，蒲某山在担任江堰市省高镇原镇长、党委书记、江堰区原交通局局长期间，利用分管财税、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价值合计人民币27.76万元，因其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退赃。法院依法减轻处罚，判处蒲某山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6万4千元。你看，是蛀虫，是一个犯罪分子。公开可查的蒲某山消息并不多见。一则财经报道显示，2009年4月，身为省高镇党委书记的蒲某山，在第5届中国合衡菜花节暨第2届中国绿色村庄年会上致欢迎词也就是这个蒲某山公开露面报道比较少。这个举报人王志立说2019年12月，这个下北公司进行第一次混改，京东城投通过增资2400万入股，获得40%的股份。增资完成后，王志立带领原公司成员继续负责生产经营。京东城投委派袁某富
张某梅与王志立成立董事会。2020年1月6日，厦北公司第一次董事会表决通过这个很着急啊。2019年12月，对吧？这个第一次混改，京东城投就投了2400万，拿了40%的股份，然后他就要成立董事会啊。那董事会京东城投派2个人，跟那个创始人王志立他们3个人组成了厦北公司的董事会。好，这一套对吧？组合拳打完之后，2020年1月，你看看非常急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什么呢？讨论是成立厦北公司市场营销部，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你说混改完这个第一次董事会不是讨论公司未来的战略方向，对吧？等等，那些先别提，先讨论成立一个市场营销部。关键的就在后面说，随后时任京东城投董事长的李某全直接任命刚刚出狱不久的蒲某山为厦北公司市场营销部负责人。你看看，这叫因人设岗，这个岗位就是为马上要出狱的蒲某山量身定制的。为什么不是量身定制呢？后面还有你看看这么一比的话，4+4算什么呢？对吧？人家可以为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对吧？给他安排一个岗位，给他创造一个岗位，对吧？成立一个市场营销部，这样无缝衔接啊。这个蒲某山从监狱一出来就去这个市场营销部报道，而且是负责人高管。一份董事会决议书面证据显示，2020年3月11日，就是2个月以后厦北公司第2次董事会召开，蒲某山正式作为厦北公司市场营销部负责人列席会议。2年以后2022年11月，厦北公司进行第2轮混改，京东城投持股增至55%，刚开始不是40%吗？现在55%，那就京东城投，对吧？成了这个厦北公司的控制人、大股东。那这个厦北公司那就变成一个国企了，对吧？一份会议表决表书面证据显示，2022年11月21日，厦北公司第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京东城投副总经理蒋某平等参会。会议表决通过任命蒲某山为厦北公司高管这回已经不是什么市场营销部负责人了，已经变成厦北公司高管。当日蒲某山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字，其备注为列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企企业国有资产法第23条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任命或者建议任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有良好品行，有符合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2个前提条件。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第25条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犯构成犯罪被判处刑罚的，终身不得担任国有企业领导职务。蒲某山称他出狱后开办过苗木公司，由于他曾当过镇党委书记，所以被厦北公司找去开发市场。你看这个可是厦北公司也就是那个京东城投礼贤下士的吧，完全不在乎他这个刑满释放人员的这种身份，三顾茅庐这个对厦北公司来说是个人才，对吧？所以跑去专门请他，是专门为他设个岗去请他。厦北公司专门设立一个市场营销部，然后请这个蒲某山去主持大局这个蒲某山说他说一些城投的领导认为混改后如果我不去帮忙不放心，甚至提出过要我当总经理负责行政管理，但我没有精力做，后来我才答应负责开拓市场。什么意思这个京东城投人家可是高薪诚聘这个蒲某山，请他出马主持工作，他要不去这个厦北公司，京东城投不放心不踏实，还得让这个蒲某山去当总经理。蒲某山不愿意，总经理事儿多行政管理他没那空所以我勉强答应帮他开拓市场，当市场营销部的负责人。你看看，这也说明作为国企京东城投那也是求贤若渴那么多人失业找不到工作，对吧？他都选不上，偏偏看上一个刚从牢里面放出来的，这是为什么呢？这个蒲某山说他否认自己担任过公司高管，所谓的聘用也是他们股东会研究的。但是根据厦北公司财务部门统计的实发工资奖金统计表显示，2020年至2023年，蒲某山在厦北公司领取的工资奖金58万余元也就是3年拿了58万，一个月1万多。其中2022年最高
达到25万元。对此，蒲某山给予承认。西南某国企领导层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国企高管的任用第一步就是过政审。像蒲某山这种情况，虽然其此前没有在国企任职，犯罪行为也并非在国企发生，但其刑满释放后又去国有控股企业担任高管，这类情况十分罕见。天眼查信息显示京东城投系国有独资企业，由江苏金江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王志立称京东城投于2022年11月拿下夏北公司控股权后，就要求他移交了经营权。夏北公司由时任京东城投副总经理蒋某平主导管理，任用蒲某山为公司高管，就是京东城投的意思。蒋某平则解释，蒲某山从夏北公司领取工资奖金这一事实在国有控股前就发生了。蒲某山并非董事会成员，是普通工作人员，所以不应该视作高管。这个蒋某平就是狡辩京东城投拿下40%是没有控股当然已经拿下了40%，而且董事会3个人，他安排了2个人，那就是控制了董事会。实际上对吧？董事会3个人投票嘛，他占2个人呢。那个创始人叫王志立他才1票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就成立市场营销部，这个时候蒲某山刑满释放，然后对吧？无缝衔接直接去市场营销部当高管。当负责人，这个京东城投的这个副总经理蒋某平还抵赖，对吧？还狡辩说你看京东城投还没有控股夏北的时候，这个蒲某山就已经在里面任职了。那等到京东城投控制夏北公司，成为夏北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时候，这是历史原因，对吧？他已经在那里上班了，那我不能把我控制了这个夏北公司，我不能把他开除掉吧？你看他狡辩，然后说这个蒲某山不是高管，并非董事会成员，是普通工作人员。那这个夏北公司到底是干啥的呢？据泰州晚报报道等资料说夏北公司是泰州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先行者之一，其建筑垃圾生产水泥砖深加工技术入选生态环境部无废城市建设先进实用技术。王志立本人拥有专利30余项，实际上就是固废物这个再利用的这么一个叫绿色生态产业也就是你看建筑垃圾那个拆楼拆出来那些砖块那个水泥什么那些东西然后他再通过他的技术粉碎之后再去混到那个碎到那个回转窑里面一烧又变成水泥，干这个的是固废物资源再利用的。2018年3月20日，江堰区人民政府召开关于建筑垃圾处置工作专题会议，会议纪要显示，彼时江堰区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60万吨，大量建筑垃圾乱堆乱抛，严重影响环境。为有效解决建筑垃圾处置问题，区城管局经研究，拟与夏北公司建立合作项目，集中处置循环利用建筑垃圾。当年夏北公司被江苏省住建厅认定为高质量发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2019年，夏北公司又被泰州市认定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之后，夏北公司被混改。当年我同意京东城投参与混改，是认为携手国有平台可以获得项目、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更大空间，更好的在泰州发展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这一绿色产业。没想到的是，京东城投控股夏北公司主导经营管理后，除违规用人外，还存在着落实国家和省市区政策不利的行为，且滥用职权截留资金，导致重点项目无法落实，巨额投资空置。在京东城投控股前，夏北公司年利用100万吨建筑垃圾生产水泥砖深加工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已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540万元的支持。书面文件显示京东城投控股后未能推进该项目，并多次要求取消申报。在收到江堰区工信局和发改委工作提醒函后，京东城投委派的管理人员未采取补救措施，并于2024年3月6日下发通知，命令夏北公司立即停工停产。最终，该国家重点项目无法获得验收，专项资金下达后又退回。一份夏北公司2023年6月28日会议纪要显示，为开源节流，彼时夏北公司职工全部放假，公司全面停工。该会议中，出席会议的京东城投一负责人指出，夏北公司
缺少问题意识，清醒的合作意识、规矩和规范意识、大局意识。企业要坚定的往前走，必须做到思维同频共振，理念同轴共转，实践同向共进。从这个表面上看啊，京东城投入主夏北公司之后啊，那夏北公司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关门了，职工全部放假嘛，公司全面停工。2023年啊，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蒲某山出席了该会议，会议纪要显示其出席的名字顺序排在第3的位置，仅排在蒋某平之后。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京东城投啊高薪诚聘的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蒲某山，好像对这公司也没什么帮助啊，除了拿了58万的工资走了，这公司还是关门了。那为啥要高薪诚聘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呢？如果他真的有对吧，有资源，是这个开拓市场的能手奇才，他能让这个公司对吧起死回生，那另当别论。事实证明对吧，这公司黄了。财务报表显示啊，他说夏北公司的营收从京东城投控股前的年均2000多万元萎缩至2025年上半年的几十万。固废资源化利用是国家政策大力倡导的，夏北公司本可以在泰州持续发展壮大，现在却濒临倒闭。王志立称啊，京东城投参与夏北公司的混改所投入的2400万国有资产面临着贬值乃至流失，泰州的一条绿色产业链即将消失。那这个京东城投对吧，这么厉害，把一家本来发展前景不错的绿色产业这个固废物利用的循环利用这么一个夏北公司给整黄了。如果说他只整黄了一家，那说明这个是偶然的，对吧？这个可能这个公司本身有问题，但是有人统计这个京东城投整黄的公司可不止这一家。说京东城投在当地推进了10几家混改企业，不少处于亏损境地。如京东城投持股60%的泰州市华奥瑞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民资股东江苏汉鼎韩田建设有限公司以书面提出清算。你看京东城投混改的另外一家公司破产清算。熟悉当地混改的业内人士称，夏北公司的境遇显示民资国资互不信任。一份内部文件指出，夏北公司前期物资管理混乱，账实不符。当地曾力图挽救夏北公司。夏北建材矛盾协调推进会建议方案显示，今年的2月，江堰区人民政府曾组织人社、审计、国资、城投、发改等多个部门人员组成工作专班协调处置夏北公司困境后，工作专班围绕混改体制合作共赢提出改革方向。红星新闻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该方案目前无实质进展。就王志立的举报，曾担任京东城投副总经理的蒋某平称，他已不分管相关工作，纪检部门正在着手调查这件事，我也是被调查对象，不方便做更多解释。12月26日，江堰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回复红星新闻记者说，夏北公司确实处于困境当中，至于困境形成原因以及是否存在违规用人等情况，将在汇报国资办领导后再回复。截至发稿，国资办尚未回复。实际上这个新闻我看完之后，我有2个观点第一个就是这个蒲某山当年进去苦了他一个，对吧？幸福一帮人，有理由相信这哥们儿有情有义当然打个引号有情有义，替大哥把事扛了，没有把别人招供出来，把锅背下了。所以在外面的大哥呢，那得照顾他，对吧？你放心进去，对吧？一家老小我给你照顾，等你出来给你安排工作。所以他一出狱，对吧？马上给他因人设岗，搞了一个夏北公司市场营销部，他马上去当负责人。这么解释才合理要不然你不合理，没法解释对吧？这个京东城投控制夏北公司，完了这个死鸡巴来非要请他去当高管，干啥呢？也没看见他有什么才能。如果他真有才能，那夏北公司不就是关门倒闭这是第一个所以说这个才符合解释一定是这个蒲某山，对吧？懂事，知道道上规矩，一个人包揽了一切，对吧？黑锅背上，所以判的时候也就给他从轻处罚，说他是认罪态度好嘛，出来再给你安排一个国企高管，这也就教育了那些还没有被查的人，对吧？进去了别乱说，这就是示范效应呢，这叫诚信，对吧？你进去别乱说别乱说，出来安排你工作，你要乱说那罪加一等，完了之后判的
更重，你出来就自生自灭吧。第二个观点呢，这个事情为什么现在才在网上闹起来呢？对吧？这个铺抹山可是2020年就去当高管了，5年了。实际上啊，什么混改啊，都是狗咬狗，民企忽悠国资入主，本来想借着国资对吧，想发财，想勇往直前，结果国资他没想到国资对吧，人家可不想来人家来摘果子的，互相忽悠。那国资2000多万投进来，又打了水漂。国资认为你这个创始人啊，你这个原来的股东在这瞎搞，你的忽悠对吧？你那技术不成熟或者利用率低对吧？就是亏钱，越烧亏的越多。然后你利用这个你的技术、你的经营，你黑钱对吧？那民营资本呢，他就觉得你这国企对吧？你没有提供资源，你应该到银行接着给我贷款，你利用这国资平台啊给我找钱融资，哪知道这个国资只想着安排自己人对吧？给自己人解决个饭碗。所以你看这两拨人就是他同床异梦啊，怎么可能做得好呢？本来这种固废物利用啊，反正跟建筑有关的，现在日子都不好过，这个大家要知道对吧？你利用率再高，利用率再好没用，因为你生产出的东西卖不掉，没人要。那个固体废物啊，它把它循环处理之后啊，它可以生产那个什么铺路的砖对吧？就是铺那个人行道啊或者是公园里面的等等啊，就是那利用挺多的。但是现在所有跟这个相关的市场行情都不好，现在没钱。实际上跟政府合作呢，为什么要让京东这个控股入主呢？实际上就是像对吧，它的产品要卖到政府那些很多工程啊就用得上，修公园修马路，很可惜啊搞黄了。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事情2020年铺抹山就去当高管，现在才在网上炒开，才去举报，就是双方本来是同意的对吧？按这个贾某平的说法，当初京东控股还没有控股的时候，这个铺抹山就已经在里面上班了。那时候你这个举报人不知道他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吗？都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县的，谁不知道啊？为什么那时候不举报呢？所以说啊，这就是狗咬狗，企业黄了，一看股份清零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既然在网上闹开了，那就得好好查查的这个谁安排铺抹山到这个国企任高管，到底谁主使的，谁在背后操纵？那这个人很有可能啊还有历史旧账要翻。正好今天啊，这个大碗新闻呢也有一个报道，它的报道叫什么？叫整治国企招聘近亲繁殖为何刻不容缓？说近来全国多地相继释放整治国有企业招聘近亲繁殖问题信号。根据中国组织人事报9月刊文介绍，近年来内蒙古霍林格勒市推动防范整治近亲繁殖监督检查不断深化，累计排查干部职工7441人，已完成任职回避整改13人。另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湖北孝昌县国资局对6家县属国有企业338名干部职工开展全覆盖排查，共排查出问题线索6条。这些动向表明，近亲繁殖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治理工作正在逐步展开。近亲繁殖导致了人情岗、世袭岗问题，不仅破坏就业公平，也轻视人才队伍素质，影响国有企业的运行效能。你说这个叫人情岗、世袭岗，那刚才这个铺抹山叫什么岗？叫扛雷岗，或者叫对吧？扛事奖励岗。我国已经实行国有企业招聘用人任职回避制度。近年来，国有企业均明确要求应聘人员报考岗位应符合任职回避原则，不得报考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3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人员担任中层管理干部以及领导成员用人单位的职位。但现实中绕开这一制度的并不鲜见，主动表现为2种情形：一是应聘人员隐瞒亲属关系，用人单位知情不报；二是不同单位领导之间进行资源互换，安排亲属到对方单位应聘，表面符合任职回避规定，实则仍是人情交易与拼爹。前者可通过内部举报查证，后者则因隐蔽性强而更难查处。也就是我安排你的儿子，对吧？你安排我儿子，就这个意思啊，在不同的单位吧。我在烟草把你儿子招到烟草来，你在石油，对吧？把
把我儿子招到石油去，这种就更难查了，这种隐蔽的啊人情交易。所以说，一边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边是人家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各种内部安排。说整治近亲繁殖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制度层面的严格约束，如公开透明，也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正向引导，全社会共同树立公平就业观念，抵制关系至上歪风，才能从根本上压缩近亲繁殖生存空间，营造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这个事情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啊？任人唯亲，任人唯贤，这个都没毛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你把钱收到大头那儿，对吧？然后你再安排人花大头这个钱的时候，你任人唯亲就不行，就得要公开透明。这凭什么他有资格花大头的钱？凭什么他有资格去管大头的钱？因为大头的钱是大家的，为什么让他去管？所以这我们就要关心，叫公平，对吧？你不能让你儿子去管，你管儿子也管，孙子也管，对吧？女儿也管，一家人都去管。家头老师最喜欢这样的。为什么他要死鸡白赖搞集体呢？集体就把大家钱收到一起，然后他来管嘛。他管之后，他就让他儿子管，让他女儿管，对吧？然后代代相传呢，2代、3代、4代、5代、6代，这个很显然，对吧？这是不公平。但是如果你是私人企业，你是自己家的钱，你爱请谁管请谁管，对吧？这是你自己的钱，小头的钱，对吧？所以说私营企业愿意请谁没毛病，他用这个新闻示范人员你也管不着他，他用自己的女儿去管，自己的女婿去当董事长，天经地义，对吧？私营企业他想给他朋友的儿子女儿请去当高管，你管得着吗？人家愿意给他开高薪，年薪50万，对吧？所以说啊，你还得看你在花大头的钱，那你就得接受监督，你就得公平公正。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啊，因为这些人把钱搞到大头那儿，理直气壮的做大头，目的就是为了上下其手，不劳而获，蛀虫。那他本心，对吧？这导致结果就这么个结果，花别人的钱。所以无论你怎么整治啊，都没用，对吧？这个制度不改没有用的。所以这么一比，4+4显得有点小巫见大巫，是吧？4+4显得有点迂腐，对吧？这个路线绕得有点长，哪有这样，对吧？人家政府这儿那是简单粗暴，主打一个是你能把我怎么样，对吧？我就这么安排，主打一个韧性。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